所以落雨天的时阵就感谢，天若热的时阵嘛着感谢，因为天有日头。圣经讲，日头出来对东边行到西边，伊的热气照满到每一个所在。你知影万米拢爱日头晒啊？花草若无日头晒的时阵哦，伊虽然有雨水，但是伊就是安尼袂勇行，软软脆脆。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好天感谢，伫落雨天感谢，伫任何倒一个日子，咱拢会晓感谢。身体健康感谢，身体软弱感谢，心灵忧伤感谢，心灵情绪欢喜感谢。因为咱知影，圣经应允的稳定是靠主喜乐，毋是靠环境喜乐。咱所以伫主的面前，同齐来祈祷来感谢，宣告上帝的听堂，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听，你亲自成就一切美好伫阮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对天顶到地上，所有一切拢是对你来得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阮是靠主喜乐，毋是靠成就，毋是靠经验。世间人会当靠经验，世间人会当靠这靠迄，但阮要提到耶和华的名，靠主喜乐，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哦，亲爱的主圣灵，恳求来到伫我的内面，帮助我，享受我稳定。我知影这无容易。因为伫我家己的生活内面，我确实真困难，身体软弱，人要怎样靠主喜乐呢？主啊，你讲靠你喜乐，所以我就伫你的面前学习靠主喜乐，邀我上帝来享受你的百姓满有稳定。阮今日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就仰望主你伫阮身上所要成就一切的美好。为你所享受和教会兄弟姊妹，主伫这个日子内面，你亲自帮助阮，互阮会通伫这日子内底，甲你相同行。因你名的缘故，阮就献上阮的恶乐。主，我相信你要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主啊，互阮的心通知影，阮是甲千千万万所有这正天使、正圣徒。三甲做伙敬拜，千军万马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的名堪你受一切恶乐甲敬拜。感谢你赏赐雨水，感谢你甲阮同在。愿荣光归乎你，愿你的百姓对你领受祝福。感谢主，靠主耶稣圣名。接续咱也要为着咱教会来祈祷。咱教会有真侪家庭。兄弟姊妹，伊可能敢若是一个人信主呢尔，但是咱求上帝亲自赏赐稳定。过去怎样伫迄个约卒伊的家庭内底，互全家信主得到救恩？咱来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的家庭，为着咱的家庭，咱伫主面前求主啊，是互阮全家得到救，来为着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家庭，全家拢得到救来祈祷。也为着咱家己的家庭伫主的面前祈祷，主啊，帮助阮，互阮全家侍奉耶和华，互阮会通每一个人拢成做正人的祝福。三甲开声为这三样代志来宣告上帝能力祝福的同在，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的主，阮的上帝，你的阳光全能充满伫这块土地的顶面，互阮有这款关心疼惜的心情。伫主你的内面，阮会当甲你相同行，邀我上帝亲自赐恩保守，互阮进入伫你的内面。为你名的缘故，你要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主，阮所有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但伫主的面前，阮将上赞恶乐荣光归乎你。主啊，阮会通伫这个日子，会通甲你相同行，靠主心有开力，邀我互阮的灵受提升，对着。我靠圣灵我会通甲主你心心相连。主啊，感谢你的听堂，感谢你的祝福，感谢你的极大的怜悯。主，这是你的教会，
你愿意万人得救，所以阮着恳求，徛伫你所应允的事上来恳求。上帝，阮的爸，你互阮全家拢得到救。圣灵啊，毋是阮竞选主耶稣，是只有你伫阮的心内底来感动阮的时阵，阮才有法度喙开、灵开、心开来讲，主耶稣是阮的救主。所以，阮向你祈祷，互阮会通伫这个世代活出上帝你的水，活出上帝你的好，互阮倚靠主，互阮全家得到救，全家侍奉耶和华，照你所应允的。因为阮全家侍奉耶和华，因为阮全家甲上帝同行。主啊，你特别伫阮当中成就你家己美好的救赎，照你的应允所讲。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上帝要赐福，互阮会当得到千代万代，全家侍奉主，得到千代万代。感谢上帝的听从，哈利路亚！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名堪受一切的恶乐，也只有你的名堪受一切的恶乐。阮感谢主，你赏赐日头、雨水、空气。享受阮生活一切所需要的，照你所讲，因为阮甲你同行，主你也将加倍属灵的福气赏赐予阮，互阮不但是伫成就当中有欢喜快乐，更较是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丰盛、你的疼痛，一直陪伴伫阮的身上。阮将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家庭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也将每一位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仰望爸上帝你，因着你极大的怜悯甲疼痛，赐恩伫阮当中，成就你家己心意的美好，伫你的教会内面，互安乐圣教会每一个家庭拢认捌上帝，认捌上帝，经历上帝，享受上帝，甲家己献予上帝。并且倚靠圣灵，心内喜乐，定定服侍主。伫这个教会内底，互人看见上帝你能力、恩典，并你大能的同在。愿当心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建基兄来报告，谢谢。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平安。我早起是安尼5点外叫迄大雨水安尼乒乒乓乓，我插一个醒起来。哦，我想讲哎呀，要来教会安尼，大家无方便哦。啊，着向上帝做一个小小的祈祷，讲主啊，你嘛互阮安尼要来教会的时阵，雨水较少淡薄啊。结果上帝随听咱的祈祷，感谢主。即摆就好，就较少安尼吼。我大家出入平安。好，我来做消息报告。台南400守护即个地进入命定的禁止祈祷活行动，9月23到27，礼拜1到拜5，每暗7点15分到9点半有联合的祈祷聚会。9月23到25是伫太平间教会，9月26是伫台南圣教会，9月27伫即个林良堂台南林良堂。敬邀兄弟大家做伙来参加。本周的礼拜3，9月25，祈祷会将要移往。咱的祈祷会啦吼，咱教会祈祷会要去即个参加即个聚会，吼，就是9月25。第二，9月29下礼拜日，为南部教区年度复兴馆的主日，本会甲新甲圣教会交换讲台，迄个李国钦牧师将会来咱教会正道。敬请兄弟有备心来奉献，并且伫即个祈祷中持续关心纪念教区逐项的事工，
第三，教会圣歌队定伫10月7日起，每礼拜二暗时7:50到9:30要练唱。请有报名的兄弟，大家做伙来参加，也欢迎有志者做伙来团练，为主吟唱，迎神悦人。第四，11月7、9礼拜六上午10点，国家祭坛伫中原大学举行，有定当日的上午6点，咱要对教会集合来坐车。报名费一个人是200块，原来是应该500块，所以咱教会有补助300块。要参加的，请到招待道来登记报名。第五，11月17礼拜日将要举行年度执事的改选，请各位兄弟姊妹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来侍奉主的教会。以上，敢有补充报告？若无，咱要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咱向咱道边正边的兄弟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阿门。上帝的灵运行伫即个所在，咱的心门爱拍开，因为遮有自由，有上帝的灵甲咱同在。即时咱要来用咱的嘴，用咱的心，用咱的灵来敬拜上帝。即是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知影今仔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咱要伫遮来欢喜快乐，唱诗歌来学乐伊，来敬拜伊。哈利路亚！我要开嘴，我要学乐歌的歌，因为救主阳光今日就要临在面，我心跳跳，我心欢喜啊！主。叫阮今日就要啉的酒，我敬祈祷天生敬拜，我出上帝，祈
主的面前来敬拜伊，来学乐伊。这是上帝疼痛、上帝恩典甲伊的怜悯。这是咱开咱的嘴、开咱的心、开咱的灵，来学乐、来感谢、来高举咱上帝的名，将一切阳光拢要归乎伊。咱开声来祈祷。主，我要开嘴，我要学乐你。主，你是伟大的上帝。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万国万民拢要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拢要举双手来学乐你。唯有你是真的神，你是活的神。主啊，你好，你的救恩要临到这个地面。主啊，这还未相信的，主啊，拢会因为耶稣基督你的光而来得到这个活命。伫黑暗中的百姓，拢要得到阳光。主要借着你的百姓，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同工，借着你所有的你所拣选的百姓，拢要加做光，加做盐。主，我要感谢你，和这人因为耶和华上帝而来得到这活命的救恩。主，这是你所定的日子，阮伫这要来欢喜，要来快乐，来吟诗，来感谢你，来学乐你的救恩，学乐你的大宽容，学乐上帝你的大作为，你的大慈爱。感谢主，哈利路亚。上帝，伊配着一切大恶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主，我要感谢你，我要学乐你，你是阮一生所要跟随的主，是阮活命的主。主，阮的心，阮的灵，拢要来靠无你。阮也要将阮家己完全献予你，唯有你配得阮一生献上阮家己予你。主啊，我要用阮的全心，用阮的全人来学乐你，感谢你，互阮会当真知影有唯一位真的神、活的神，伫阮的活命内面引带、带领、教导阮，互阮无得到来偏离。用你的圣灵大大来引带，来充满伫阮的活命内面。主，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你。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靠无你，我全人献予你，以全心。我
主，你就是伫阮的身边，你离阮毋是介远，你就是伫阮的心内面，圣灵伫阮的心内面。主啊，求你的光来照亮阮，互阮有啥物歹所行无，你来洁净阮，来更新阮。你的圣灵大大来充满阮，你的灵伫阮的内面，阮就有能力，阮就有信心。主，阮要来群对你，阮的一生一世拢伫上帝你的手中。阮要搁较济甲主三角连结，阮要搁来到你的面前讲，主，阮要爱你，阮搁要较济来爱你。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靠无你，我全人献予你，已全心爱了你，也想手敬拜你，深深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较无亲近你，触摸我，浇灌我，予我灵的欢迎，触摸我，洁净我，更新我，触摸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触摸我，浇灌我，予我灵的欢迎，触摸我，洁净我，更新我，触摸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触摸我，浇灌我，予我灵的欢迎，触摸我，洁净我，更新我，触摸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是主，阮一生一世拢属于你。阮一世人拢要来群对你，唯有你是阮的亮光，唯有你是阮的标杆。主，阮群对你，阮要真做是一个圣洁的器具。阮的目的，阮的目标，就是要来真做荣耀的教会，真做耶和华上帝大军队，互阮会当靠主刚强，互阮会当来得胜，伫所有的一切拢靠主得胜。咱请兄弟起立，咱用真做咱真做上帝的儿女，咱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困难，因为咱有上帝通靠，咱靠主耶稣基督，咱的教会要真做荣耀的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有上帝同在的教会。阿门。仰望听见主的声音，众生都走到欢喜，心情被天地尊荣，靠主多会共乐享，是荣耀教会，圣洁的哈苏，谁的救主的宝贵。
新教会要洗伫主的保会内面，真做一个圣洁的教会，真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真做上帝荣耀。哈利路亚。有时有像乌云刮无，也是撒旦的拿走，时常搁主我的生命，搁有世界的困境，是荣耀教会，圣洁无下事，洗涤了主的宝血。上帝，阿门。主你的名绝对堪得学乐。阿门。利用你家己的宝血建立阳光的教会。主甲阮对着罪恶中救出来，互阮会通称作上帝你的儿女。甲阮对着落谷糜内底救出来，甲阮用你家己的宝血洗清去阮活命所有一切垃圾，互阮真侪圣洁合乎主你的路用。阮感谢上帝，你对阮遮尔大的疼痛，你互阮会通甲上帝国的王子三甲做伙坐息，伫上帝你家己的恩典内底，直到如今，阮伫上帝看顾、引带甲保护。主为了这，阮感谢你。主，阮也感谢你，因为你路用阮会通成做上帝国的使者，成做荣耀的教会，按照这个世代见证上帝你家己极大权能的疼痛，赏赐阮智慧解决问题，赏赐阮能力赢过困难，赏赐你的疼痛，互阮赢过孤单，赏赐你的慈爱，互阮得到上帝你永远的看顾。主，你互阮的是这么多，这么多，阮也是要孝顺，甘通孝顺会了呢。但主，阮将阮家己奉献予你，求你来路用阮，用阮一生来荣耀你的圣名。也因为安尼，阮会通得到你所定着要赏赐予遐敬畏你的人，你所要赏赐予因的荣光，阮就因为安尼对你来得到。感谢主，继续赐阮看顾你家己的教会，引带你的教会向前行，互教会成做大有能力、荣耀的军队，赢过背逆人的魔鬼，会当甲人对着撒旦的权势下面，带入来上帝你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用上热烈的掌声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伊的信实直到万世代。
哈利路亚！当时来上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耶和华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下面咱要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8篇，我来客兄弟来引何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你乃俄勒耶和华，我一生要俄勒耶和华。耶和华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一手诚实直到永远。伊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予枵哥的。耶和华开了青眉目睭。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卡的，扶持孤儿甲寡妇。祝福恶人的道路弯巧。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恁爱俄勒耶和华，阿门。下面时间，咱请牧师来进道。咱请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几段经文，请咱同齐来上读，请。耶和华晓諭摩西讲：你甲以色列人讲。要为我送礼物来，既若甘心乐意的，恁就通收落来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柚麻、山羊毛、黏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做叶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甲香的香料。红玛瑙甲别样的宝石，通嵌伫以弗得的胸牌顶，又搁着为我做圣所，互我会当住伫因中间。制作场幕甲其中一切器具，拢爱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爱做灯台的7个灯线，祭司爱点这灯，互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甲蜡花盘也是爱用真金的，做灯台甲这一切器具爱用真金一塔连得，爱谨慎做这物件，拢爱照着伫山顶指示你的样式。你爱吩咐以色列人，甲迄个为点灯构成青橄榄油的摕来互你。互灯常常点着，伫会幕中发柜前的里仔外，阿伦甲伊的囝对暗时到早起，爱伫耶和华面前经历这个灯，这爱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爱甲你的哥哥阿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搁爱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甲阿伦做衫，互伊分别为圣，通甲我供祭司的职分。所爱做的就是红白衣服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互你哥哥阿伦甲伊的囝穿这圣服，通甲我供祭司的职分。搁再一届，咱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因为你的恩典。阮所以会当到如今，徛起伫耶和华的殿中。亲爱主圣灵，因为你伫阮心中感动甲引带，阮所以直到如今，才无互撒旦甲阮拖离开上帝你的道路。你用听甲阮找倒转来，圣灵你亲自保护、感动、引带阮。虽然我是遮尔软弱，但伫你有救赎的恩典、赦罪的恩典，要互人敬畏你。主啊，帮助阮，互阮因为安尼伫至圣的真道上，甲你同行，坚固阮的骹步，无跌到弯错。互阮的眼目看远前，看你为阮定着的道路，通互阮的年日。伫主你的面前望业立，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日要三甲做伙伫这个所在来思考，福西是一个清气的心的开始，对清气的心开始。每一届的侍奉，每一届甲上帝三甲同行的日子。咱拢会当去经历上帝家己的丰富。咱毋通，咱爱建立一个观念，侍奉毋是干那伫教会，伫教会内底当然是一个侍奉，但是甲咱的厝内底整理互伊整齐，迄嘛是一个侍奉。咱甲咱的后生查某囝，甲因。为因祈祷，迄嘛是一个侍奉。咱甲咱的后生查某囝带伫上帝真理内底来行，迄嘛是一个侍奉。可能迄个侍奉比咱伫教会参加礼拜，比咱伫教会内底伫即个敬拜团内底，甚至比伫礼拜堂当中咧讲道。遐侍奉对着咱来讲，点菜会比遮的搁较重要。上帝的心意是伫教会，但是教会组成的元素是家庭，所以伫以色列的百姓内底，毋是一个人信主，是全家信主。伫以色列内面。无主日学，是安怎无主日学？因为因的对上帝的认捌甲教育是啥物人咧做？是父母咧做。所以对着儿女的教育，是咱人侍奉上帝一个介重要的代志，是咱侍奉上帝的人。清气的心肝是一个介重要的代志。即使咱的心肝若无清气，或者是咱的心肝内底有其他的杂质，那呢起初的心意可能好，但是长期落尾，伊会变做无通真好。这是麦当劳、汉堡。看到真好食款，但是进前7、8月的时阵，有一个人买了一个这个物件，但是呢，伊对青菜吼，这青菜，伊就有一寡无介爱食，所以就伫个所在甲青菜拣起来，
经来经去的时阵哦，怎啊经到一只这家雀，经到一只家雀，所以呢，伊安尼吼，摊拄啊夹一喙的吼，差一点啊，全部拢去家舞倒，拢家舞倒出来，警察无吐出来尔。其实伊原本是遮尔水，但是因为内底有杂质。所以，互伊原本的水完全拢装无去。这是另外一个人食另外一款物件，伊剥落去的时阵啊，想讲这个糯米糋吼，都无应该是即款口感哩。那安尼，这糯米那安尼扣甲安尼爆袂油安尼啦吼。结果的时阵啊，家用出来看的时阵啊，才发现原来有塑胶落啊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嘛是感觉那真无舒适。另外，这个人啊，伊就伫个所在食便当，食便当食到上落尾的时阵啊，发现哇，便当下骹面遮吼，一枝头毛啦。安尼摊拄啊食落是要安怎？甲舞倒出来，还是要甲伊准拄好去呢？所以对伊来讲，伊嘛是有真大的挑战。真侪物件看起来拢真水真好，但是水若无水到底。咱做代志若无做到坚持到一个地步，那呢头前所做遐会拢总无去。咱的人生内底有真侪代志，检测咱有的时阵含人三甲做伙交陪。这个人吼，我无熟悉伊啦，但是最近的新闻吼，五六新闻定看到伊的名，这个人叫做陈彦雄啦，陈彦雄啦，但是伊伫香港伊的迄个吼，脸书顶悬吼写一句话啊，人因嘴所结的果子，要得到美好的福气，人手中所做的，拢会成做家己的报应。这句话，我就来看讲，奇怪，伊是毋是基督徒啊？这是箴言内底的一句话啦。我若看到这个时候，我定定想讲奇怪，伊是信耶稣，还是把这个物件当做伊的格言啦吼？不过嘛是袂歹啦吼，会甲圣经的话吼当做格言，放伫伊迄个所在嘛是算真水。但是最近我毋知影伊拄着啥物代志啦吼，总是伊的新闻吼，安尼真济，反正伊最近版面播得很厉害。了后，伊伫迄个所在讲一句话：人甲人当中吼，已经无啥物通好信任诶。认捌20几年的朋友嘛，有可能出卖你，人生阁上了一堂课。所以，伊感叹到讲，无彩吼，咱遮尔啊纯洁，遮尔啊美好的情谊，但是毋知影到底出啥物款的代志，对伊来讲，伊真感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人生的过程内底，即使若是有一寡物件，伊甲咱的人生拉散去，或者是甲咱的物件用拉散去。迄一点点仔的拉散，会互头前所有一切遮个代志，拢安怎样啊？拢完全变质，拢完全变做无共款的解说。圣经伫这个所在出来及讲，耶和华上帝对着摩西伫迄个所在，甲伊讲真侪代志。这代志内底，其实就是咧提醒传道书内底所讲的四个火神会互做香、做香膏的油发出臭气来。同款一点仔愚妄嘛会当败害智慧甲尊严，所以咱毋通成做一个无智慧的人。圣经讲智慧，毋是眼前得的智慧。圣经咧讲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上帝，心存善念、公义甲正直来行。安尼，伊就伫伊的话命内底会显出人对着伊的认捌。如果安尼讲，人定定讲家己牛，讲家己好。但是一个真正有疼心、真正对上、真正敬天、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的人，啥物人会当拄着呢？就亲像迄个颜兄姐啊，伊伫迄个所在讲一个代志，讲20几年来的朋友，感觉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是闺蜜级的朋友了。但是是安怎到伫落尾，还佫互伊出卖呢？所以咱若是拄着这个代志，心肝难免有真侪感慨。圣经内底佫甲咱提醒另外一个代志，讲咱若是会当真做一个忠实疼惜人的人，即款的人或者忠信的使者，互欺骗伊的人，甲伊做伴的人安怎，心内底会感觉真爽快。
就亲像啥？伫热天收刮的时阵，你忽然间袂输亲像啥？伫冷气房内底咧挂潮啊，安你知无？迄冷气房吼，咱若咧挂潮啊是汗流满面啊，但是你若是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会当安尼甲你心连心的朋友，就是全世界吼拢总放起来的时阵吼，你还佫会安怎感觉讲，加在佫有一个人知影我、认捌我，伊疼惜我。当咱互人冤枉到一个地步的时阵，还佫有一个人相信咱，知影咱是信实的。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的人生。上帝按照咱甲咱讲是，咱毋是去述说咱家己的熬。一个人真正的熬是别人咧讲伊的好，并且更加重要是上帝认定这个人的好。这才是圣经内底咱所提的。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这几段经文内底要甲咱讲几样代志。第一，咱爱甘心乐意，因为任何倒一样代志，甘心乐意，上帝才会欢喜来接纳。咱的甘心乐意，毋是要建造咱的王国，咱的甘心乐意是要建造上帝的殿，毋是干那这个礼拜堂的水，礼拜堂的水是水，但是更较重要是礼拜堂内底的人的水，迄才是真正的水。今日咱所吟唱的诗歌讲是荣耀的教会，圣洁佫无瑕疵。咱毋是唱讲是荣耀的教会起了水当当，毋是。毋是讲荣耀的教堂起了水当当，是讲荣耀的教会圣洁佫无瑕疵。安尼，迄个画面分别甲上帝三甲同行，就真最重要。第一段经文内底讲，耶和华上帝甲伊讲：你甲以色列人讲，你着甲我送礼物来。你若甘心乐意的，你就当收落来归我。上帝甲伊讲，这物件来奉献予上帝的时阵，是出伫啥？甘心乐意。咱这款的甘心乐意是啥？每一件代志其实就亲像咱谈拄则所分享的，会前祈祷的时阵，咱有讲到天落雨，所以万米会成长；上帝赏赐雨水，万米会成长；上帝赏赐日头，所以伫这当中万米会成长；上帝有空气，互人会当交换，万米会当伫迄个所在交换这个空气，所以咱会当伫其中来得到祝福。其实上帝已经甲万项米所赏赐予咱，咱伫即个过程内底，定会晓感怀一个心，有一个感恩的心。即款的感恩的心，互咱会当生出对人的疼惜。上帝若安尼疼我，天若安尼疼我，我疼惜别人就正常的。所以咱通看见这个人怎样，因伫遐呢欢喜。因伫迄个所在得到上帝对着因的赏赐，因认捌上帝，因知影上帝甲因对苦难中带出来，所以上帝甲伊讲：当恁生发出感恩的心的时阵，恁通来为我奉献礼物。上帝毋是无为以色列人做啥物货，以色列人原本因是伫埃及伫迄个所在做奴才，因的性命无面仔载，因所做的一切拢爱归伫国王。终其落尾，因就是奴才，因无法度为着家己起厝，因就是干那食3顿饱尔。但是上帝甲因带出来，上帝互因会当建立一个，甲因讲，我要带恁建立一个国家，我要带伫恁当中，我要做恁的上帝，我要看顾恁，要保护恁。所以上帝安尼甲因讲了的时阵，百姓生发出一款感恩的心。上帝，你既然遮尔疼惜阮，安尼阮来尊迎你，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上帝甲伊讲：你送礼物来，奉献来，出伫甘心乐意的。安尼，摩西就是迄阵啊，下牧师伊就甲伊讲：你就甲这收落来，归乎上帝。但是上帝嘛毋是乌白收呢？上帝讲啥？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柚麻线。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做结目，点顶的油，并做油膏，或者是香料等等。上帝甲伊讲，这物件收起来，了来建造圣殿。伫这当中，咱所献的这物件，第一是经济的造物，咱伫当中领受
咱会其实对着这所有一切内面，究竟咱看到上帝所予咱的产业，检查恁兜产能处价真济，检查咱兜是咧做事的，无论是所种的树木，或者是这个稻啊，或者是这个其他这个青菜啦，啥物话等等，伫这个物件有经济用途的，上帝甲伊讲，甲伊用来金银铜会当建设的物件，甲伊摕来。搁再来就是这个贵重的宝石，咱互一个人，毋是干那互伊伫迄个所在。你看国家和国家内底，当若是外国来到咱台湾的时阵，这个国王是啥物人来到台湾的时阵，总统接见伊的时阵总统毋是摕1亿送伊，送钱毋是伫迄个时阵送钱可能是帮衬因的建设还是啥物货。但是通常会送一个纪念品，迄个纪念品可能代表咱台湾，或者是代表咱一个城市，因就是送，毋是送钱，乃是送迄个纪念品，迄是一个国家内底送一个贵重的物，伫迄个所在来甲伊表达对着因的特别，对着因特别的看顾。所以贵重的宝石，圣经伫这个所在讲，甲这贵重的宝石来甲伊刻来。来甲伊诚做奉献予上帝，做上帝工的这路用。佮再来第三项物件内底是伊伫这个所在讲，恁做这一切了，注意看伫第80讲，为我做圣所，互我会当住伫因当中，做会幕甲其中所有器械，拢爱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上帝伫个所在讲，要起礼拜堂、起圣殿的时阵，斟酌毋是你要做啥物货，是我甲你讲爱安怎样做。亲爱兄弟姊妹，一个建筑师，如果咱若是要换厝，迄就是另外一项代志。但是，设使你若是要家己起厝，毋是建筑师为你起厝。建筑师甲你画了后，甲你讲，我就是干那要起安尼互你啦。你卖无？你若卖就好，若无你走我就无爱甲你画图毋是安尼你若要家己起厝的时阵，你会家己起厝，要安怎用，要安怎做，然后你甲你的理念甲建筑师讲，但是建筑师爱照你的想法甲理念安怎去画图去起。所以，亲像咱的友会、东门圣教会，伊迄个礼拜堂起，就是老鹰的异象亲像老鹰天色飞悬。所以咱若去看迄个时阵你会看到伊外口有几粒片的铁片规面墙拢总是铁片，迄是啥？迄是老鹰的羽毛。并且伊会对着风咧吹的时阵风向会无共款，会震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迄个设计内底是照着咱的意念，伫迄个所在来甲伊设计、甲伊用互伊好势。毋是建筑师讲我要甲你起啥物厝，是建筑师甲你讲，是咱甲建筑师讲我起即个物件要做啥物路用。我起一个礼拜堂，甲我起一个餐厅，甲我起一个要困的厝，这绝对是无共款的。今仔日咱做上帝工，毋是伫个所在甲上帝讲，上帝我要为你做啥物货？上帝讲，咱结果的时阵咱安尼60、70个、70、80个的时阵讲，上帝阮全部的人拢要来抒琴，啥物人要来唱歌？你听我的意思吗？所以上帝伫个所在来调度咱的活命，咱放伫无共款的所在，为着要啥？建造圣所。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上帝甲摩西讲，制造会幕以及其中所有的器械，就是礼拜堂这款的方式，拢是啥？照我所指示你的款式，拢是照我所指示你的款式。人咧奉献。古早的时阵有一间教会，
迄间教会内底吼，诶牧师馆哈，迄间教会牧师馆吼，迄有一座迄个椅仔吼，抑阁是用石头，你阁有你有古早有一款椅仔用石头，顶你坐迄个面吼用大理石，了吼，迄椅仔吼用迄茶吼甲伊顶起来安尼。了有一个人吼，因兜有一套吼，迄个沙发碰椅啦吼。就敲电话去教会讲，喂，牧师咱教会哦，迄椅仔哦无甲偌好坐啦。阮兜吼有一座吼，都坐要下椅啊啦吼，要换新的啊啦吼。安尼牧师我甲迄套吼，无阮兜迄组碰椅吼，送去教会，互恁牧师馆坐，安尼好无啦？安尼敢好？安尼敢好？所以教会毋是恶所回收的所在啦。咱一定爱会记哩，奉献是啥？圣经内底讲啥？当咱有修行的时阵，第1份的1/10是啥？奉献予上帝。所以这是咱对上帝的态度，就证明了咱对上帝的尊敬度有偌大。所以这是伫这个奉献的顶面，咱爱斟酌。每一届咱摕到薪水，每一届咱甲上帝同行，每一届咱得到什么款好的祝福的时阵，咱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货？这是咱会当三甲做为思考的。我有一届的时阵，听一个牧师伊的分享，我感觉非常的感动。伊讲当伊摕到每一份教会互伊谢礼的时阵伊一定会拨出2/10出来。1/10是奉献予上帝，另外1/10是救济送乡的人。这也是我咧学习的功课。定定顾念送乡人的需要，尊迎上帝，这2项代志是同款重要的。圣经讲，人民送乡的，就是祝福耶和华上帝，伊的良善，上帝一定会甲报答。所以这2项代志是啥？肯共做伙并同款重要的代志，这叫做甘心乐意，上帝就会答答。第二，咱伫咧建造这个圣殿的时阵，上帝讲啥？为我做圣殿，互我会当住伫恁当中。了后伫这当中你看真济遮物件，7个钉纸啦了后的时阵爱搁安怎样点油啦，等等遮个代志。若要就咱即马来讲的时阵就是上帝伫咧即马，上帝就讲遮爱设一个爱设一个这个什么货啊？摄像头设一个摄影机这个摄影机爱几号几分呢？了这爱12格爱偌大这楼顶的电话爱几少的几拍像这已经咱用要含落来这款嘞拢爱赶紧换咧这电话也顶啦这个荧幕爱安怎样了后，佮甲你讲你看讲这厝尾顶这厝尾顶这西西干白这房仔的时阵这电话爱几拍几折的安怎样安怎放安怎用，你会感觉上帝讲那这安怎啰嗦有无？伫你斟酌甲伊看讲这圣经内底，我是干那甲伊节录一段出来。你若斟酌去看咧起会幕的时阵这个花爱安怎拗，迄个物件爱安怎用，迄个物件安怎用，对头到尾安尼写甲详详细细。但是是安怎安尼呢？其实迄是伫当时内底一个非常重要艺术的点的发展。上帝是所有一切艺术的发展。当这上帝咧讲这代志的时阵，互迄个会幕起来的时阵伊有一个目的性。上帝起会幕的目的性是啥？是要互人敬拜伊，是上帝甲人同在，伊是甲咱同在耶和华上帝。世界所有的神明拢是啥？拢是人去找神明，拢是人去找神明。
但是基督的信仰，耶和华的信仰是啥？是上帝来找咱人。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上帝讲：我要看顾你。我以前的时阵想讲哦，即个上帝吼，伊就爱佮家己来找咱。我就感觉即个上帝个性嘛无啥物能力。但是愈大汉愈有经验的时阵，咱就会愈明白了解。你若要庇护囡仔找，教育囡仔要来找你，你要找到囡仔较紧，还是囡仔找到你较紧？你找到囡仔较紧。我有一届吼，含个囡仔吼，伫咱这礼拜堂遮吼，耍迄个啥米小吹啊，米小吹就安尼，毋来暗咧吼，来开始算哦，50、15、20算到100，你囡仔嘛会晓算，哦，一定咧50、15、20、25、30，就算，算了。尾笑的时吼，迄一工的时吼，拄好吼，咱咧啥，咱礼拜堂遮吼有一骹吼大骹箱啊，哦，伊伫遐咧算的时候，我就家己安怎用迄个箱啊，怎啊甲伊砍咧？伊伫遐找规半吼，找拢总无。尾啊找到哭的时候，伊就讲：牧师你在哪里？哦，我紧诶吼，甲箱掀起来。哦，伊就讲：牧师你在这里哦。你的时阵讲，我就甲伊讲好，安尼换我来算，换你去秘。你想讲伊的秘伫倒位？就迄个想啊，你晓无？所以是上帝找你较容易，还是你找到上帝较容易？是上帝找咱，伊因为疼，所以来找咱。咱主耶稣讲啥？毋是我敬，毋是恁敬我，是我敬你。恋爱内底有一句话吼，安尼讲啊，讲你是要嫁你所爱的人，还是要嫁爱你的人？困难对。但是呢，对久长来讲啊，对婚姻学来讲，你爱嫁迄个啥爱你的人，对无？所以其实对圣经对头到落尾，你咱家己看的时候，咱的上帝拢符合这资格呢。上帝有聪明有智慧，伊知影咱美伫倒位，伊知影咱败落伫倒位，摔落伫倒位，伊体贴咱。那咱吼，迄个人敢若即时顶吼，我爱伊，但是问题伊都无爱我。人的水拢会过去，但是上帝的疼永远无改变。所以去做礼拜堂，今仔日咱来做礼拜，上帝伫这个所在，伊甲咱讲：我是甲你同在的上帝。伊有目的性，去礼拜堂，就是要互人会当来敬拜迄一位。疼惜咱的主上帝。另外，伊有一个主张性，究竟这个礼拜堂起来，是我要安怎样啊，就安怎样啊，还是这一位神甲我讲，我应该安怎样啊做？如果伊若是神，伊敢无比我更较聪明？如果伊若是做我的主，伊敢无牵我行人生的路？如果伊对我一生有上水的计划，安尼我敢无有放心甲家己交托予伊？是我咧命令上帝做啥物代志，还是上帝咧引带我做啥物代志？古早的时阵，我有熟悉一个人熟悉一个人，然后伊无到一段时间以后的时阵，伊搬去台北。伊有一放的时阵啊，甲我讲啊。无说我渐渐会当了解，人和上帝的关系内底，和伊以前咧拜神明的时阵，会无共款是啥物货？过去的时阵哦，若咧拜神明啊，就是去庙里拜拜，拜拜了就安那下愿，下愿了安怎？就拍金牌，金牌拍了呢，好啊，安尼神明还神明，我还我。后摆拄到代志的时阵，搁安怎？搁来拜拜。拜拜了，搁安怎？
甲拍金牌、写神，安尼就结束啊。伊真有灵性，但是平常时伊甲我无关系。但是呢，爱甲写神，但是和上帝呢无共款。上帝是每一天会当甲上帝祈祷，伊毋是干那伫庙里内底尔，伊伫我工作的所在，伊伫我咧困的所在。当我艰苦惊吓，当我无人陪伴，伊讲每一天伊祈祷的时阵，伊的心就会有平安。伊才伫迄个时阵啊，愈来愈发现讲，上帝的听是无所不在的事。上帝讲，无论你对倒位去，我一定甲你同在。伊讲，若是咧拜拜的时阵，伊总是感觉吼，就是爱去庙里拜拜。若无去庙里拜拜的时阵哦，就安怎袂平安。但是伫厝里内底，就是祈祷就有平安。所以伊去体验到上帝对伊活命的恩赐。搁再来，去做圣所照上帝的指示是安怎样呢？去这个礼拜堂，咱去这个礼拜堂是要互谁看到？是见证了什么人？是见证了什么代志？今仔日咱三甲做伙伫礼拜堂内底同齐做伙咧做礼拜。今仔日咱无卖煮饭咖啡啦吼，因为落吼。平常时的时阵，咱伫煮饭咖啡内底，咱彼此相听，咱互相照顾。通过伫迄款的啉食欢喜快乐内底，因就安尼真平顺。生活内底有人陪伴，所以来到伫礼拜堂做礼拜有两个真重要的意义。一个意义就是通过做礼拜，咱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祭。第二就是享受上帝兄弟姊妹集体当中相联络活命的快乐。特别哦，咱若是咱伫这个台语堂刷，咱有煮饭咖啡；那国语堂刷了后的时阵呢，无煮饭咖啡。但是兄弟姊妹因伫礼拜堂内底，两三个人，一个小组，还是这个小组，还是这个人，三甲做伙，同齐伫遐分享，同齐伫遐互相分享代祷。有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因同齐彼此代祷。你见证啥物货？见证上帝伫咱当中，见证上帝的听伫咱当中，见证讲咱是属上帝的儿女。就亲像主耶稣讲的，恁若是有彼此相听的心，众人就会知恁就是我的学生。所以为安尼缘故，咱就斟酌来制作。伫圣经伫这个所在出来及其上路尾迄段讲28章29、40讲，安尼恁若是照我的话语去做，我就会将阳光加伫恁的身上。28章20，伫这个所在讲，你爱甲你的兄哥阿伦做圣衫，做为着阳光，为着华美。如果凡有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因的，甲阿伦来做衫。亲爱兄弟姊妹，迄个智慧是对上帝所来，但是智慧是做伫上帝所欢喜的代志，这是真正的智慧。阿伦并无做啥物特别的代志，是啥？是上帝竞选伊成做君尊的祭司。同款这样代志也是安尼，咱并无做啥物代志，互上帝讲，咱一定有啥物通好夸口的？无，咱无做啥物代志。若要回想咱的一生，其实咱做毋对的代志，咱可能比咱做对的代志更较济。总是伫这当中呢，上帝对着摩西讲啥？上帝甲伊讲：我竞选恁的家族，我甲阿伦甲伊的囝，互因做来引带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敬拜的祭司。用今日来讲，就是牧师啦，牧职同工。毋是这个人有啥物特别的荣光，是上帝对着因的竞选。今仔日咱受竞选，成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咱会当同齐做伙来服侍上帝。上帝讲啥？安尼我会用圣衫来，互伊成做有阳光的，互伊成做水的。
今仔日咱无论过去有任何的失觉察、唔对的代志，言语上的、心灵上的、肉体上的，无论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上帝讲啥？我甲过去遮个甲撤销，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咱付出生命的代价，伊替咱担当所有一切的罪恶过犯，所以毋是上帝欠亏咱啥物货，是上帝已经为咱做成，所以咱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祝福。亲爱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身份，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当咱有这款身份的时阵，咱只要做这样代志，听叹上帝的话。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咱会当看圣经内底几个例。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2章5节，迄个时阵，耶稣互人邀请去参加一个婚宴。伫这个结婚的婚宴席顶面，酒已经用无啊。了，伫迄个所在，伊就去甲耶稣讲，耶稣就伫迄个所在甲伊讲：你成免烦恼，我等下就会处理。哦，所以买手的时阵这个玛利亚来甲耶稣讲，就甲伊讲哦，伊甲恁讲啥物话，恁就做啥物话。所以伫迄个时阵，耶稣基督就甲遐个人讲：恁甲酒倒满伫暗缸，了暗缸内底哦，甲这水吼舀起，互迄个管宴舍总破塞。结果的时阵哦，伊讲啥会记哩哦？伊甲你讲啥，恁就做啥。甲水舀起哦总破塞的时阵，无想到伊已经变做啥酒，并且是比进前的酒更较好的酒。听叹伊，佮再来，耶稣的学生有一摆去掠鱼。注意，耶稣的学生是啥？咧掠鱼的人，因一世人拢掠鱼，对少年对因爸母拢总咧掠鱼。即马来到因嘛咧掠鱼，但是伫迄个时阵，规暝掠鱼拢总掠无哦。了，耶稣甲伊讲哦，开到最深的所在，拍网、落网掠鱼。你知影讲即个话的时阵，做啥？即有这外行的甲内行的讲。耶稣是读册人啊，因若是要讲因兜咧做啥，就是约瑟吼因这个家庭内底是咧做木匠的啦，做木匠的，就咧顶柴的啦吼。做木匠的，甲掠鱼的讲，你爱伫倒掠鱼啊？你听有这个意思无？所以伫迄个时阵总是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因伫迄个时阵甲伊讲老师我无用规暝拢无掠到啥物，但是安怎顺叹你的话，你安怎讲，我就安怎做，我就甲希望拍落去。你知影迄一间的时阵掠到迄鱼安怎，迄网用要破去。佮再来啦，有另外一个人，或者扫罗。扫罗伫迄个时阵迫害教会，总是当伊要去换大马色的时阵，伊搁要去迫害信耶稣的人的时阵，伫当中，耶稣基督亲自伫路林用大光甲伊照，照到伫扫罗的目睭生了眼翳。伫个眼翳惹掉伊的目睭，伊的目睭亲像鳞片吼，有蓝稀蓝册安尼砍掉咧，所以看无，亲像青面去共款。总是上帝伫迄个时阵去甲阿拿尼亚讲，你去到某一个所在，伫遐有一个人或者扫罗，伊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你阿拿尼亚会入去到因兜，了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扫罗伫你所半路拄着迄个耶稣，爱我来甲你讲，你的目睭会好，爱我来甲你祈祷。了阿拿尼亚甲伊讲，主耶稣哪有可能啊？迄个人吼。最古早就是咧迫害基督徒，就是即摆伊嘛是要来阮遮迫害阮的呢。耶稣甲伊讲啥？你尽管去，你免烦恼，你尽管去，你只要去。亲爱兄弟姊妹，咱会通看到遮个圣经是啥？是迄个改变无可能的。伫咱看无可能，但是上帝安怎可能？什么是清洁的心？
清气的心，毋是无心脏病，毋是你的心脏跳袂好势，是伫人上软弱感受到，甚至感受到讲上帝啊，我未堪即得到你恩典的时阵，上帝讲啥？上帝讲，我犹原甲你同在。我安怎讲，你就安怎样啊做，这就是叫做清气的心。对上帝话语无犹豫，这就是清气的心。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对上帝话语无犹豫，这就是清气的心。咱有即款的清气的心，对咱有偌尔重要？圣经伫迄个时阵，到伫落尾，耶稣对死搁活了后的时阵，学生就想到伊所讲的这个话，了学生采取一个行动上，因就信了圣经甲耶稣所讲的话。伫这当中，因才知影，原来无有人有法度对死搁活，医生有法度救人回魂。但是介一个人死去也无人救，但是安怎家己活起来？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迄个时阵，学生才想到，耶稣捌讲过这话，因为安尼，所以因就信了圣经甲耶稣所讲的话。意思就是啥？圣经甲耶稣所讲的话是啥？是共顶的啦，共顶的迄级的。所以今仔日，咱对着9月30，有即款属灵高强度间接性的训练。即款属灵高强度间接性的训练内底，每一日为着国家，为着以色列禁食一顿，就是一工食啦，食2顿啦，唔好食3顿。这其实足好，你知无？我是讲，一个人一工来食2顿的时阵其实身体会加足轻盈的啦。所以身体会加足好。了后咧，每一工安怎样咧？读10章的圣经，读10章的圣经，读圣经内底旧约，对以赛亚书甲马拉基书，新约对使徒行传到希伯来书甲启示录。了每一日为以色列的平安恢复力祈祷。恢复力是啥呢？恢复力就是讲身体破病去，了后呢，伊有法度紧紧恢复起来。亲像啥物意思呢？有个人的恢复力会较紧。我脚趾边去开一个瘤，了开瘤的时阵去互医生开，了原本是预定预定1礼拜就会当拆线，结果1礼拜去的时阵医生干那甲我拆2线尔，拢总剃5针啦，伊甲我拆2针啦。我甲伊讲是安怎？伊讲也袂好啊。我甲伊讲，你毋是讲1礼拜，就会当拆线？伊讲牧师对啦，我是甲你讲1礼拜，毋过老啊啦，知无？老啊啦，所以变做2礼拜，第2礼拜去的时阵尾迄3针才个拆掉，迄叫做恢复力啦。少年1礼拜就安怎，就会当拆线，全部拢拆了。牧师老啊啦，知无？这就是叫啥物叫做恢复力，就是咧讲这啦。以色列现此时受到非常大的攻击，纵使是上帝的选民，咱来定定为伊祈祷。以色列若得到平安，咱伫属灵的顶面得到大的福气甲平安。了后，另外一个代志就是读圣经一工读10章，先爱读10章。大量读圣经，会互你属灵的胃口变了，互你属灵的胃口变了较好势。搁再来养成时间分别为圣。咱会当伫迄当中，其实牧师真意爱劝勉咱大家读圣经啊。真侪时阵咱录手机的时间迄半点钟、1点钟录了了，录落的对咱的灵性无啥物帮助笑笑过啊。了后是明仔载爱搁录搁较济。你知人录手机会产生多巴胺，但是迄个多巴胺的时阵会互你欢喜快乐。但是你今仔日录半点钟，你明仔载就爱录31分。
啊，你明仔载愈31分，后日就爱愈32分，愈愈愈济，愈愈愈济。啊，以前吼看到的吼，笑亏会笑，愈到尾安怎？看到的笑亏袂笑，啥啦？因为迄个多巴胺吼，需要迄个量安怎已经无够，迄个亲像袂输咧食毒呢。总是吼对咱的灵性无啥物真大的帮助，但是咱若是读圣经，你的灵性会受到养持，会愈来愈勇健，并且你会当认捌上帝的心思意念。坚固生活中上帝话语对你提醒的信念，带出变化属灵的生命，带出信心的行动，在集体合一当中带来安怎更较大的突破。在教会内底，咱若愈遵行上帝的话，你会记得一个代志啊？摊拄啊读的，你还会记得无？因为因伫迄个所在明白认捌耶稣基督，因着啥？信圣经甲耶稣所讲的话，咱若信上帝的话去行去做，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带出真大的改变。你会有智慧去判断代志，上帝的圣灵也会保守你，无受到试探甲歪错的信念。我明仔载要去新竹开会，了后我若是坐这个啥高铁的吼，我若坐高铁的，差不多爱1000块左右的这个车票钱，单抓啦吼。啊，但是吼，开会的时阵吼，去到新竹拄11点，我有看到一张一台台铁的。台铁呢8点27，啊去到遐车哦10点54分尔，啊迄个时间真拄好。啊，我就去哩订票，结果吼，订来订去吼，对台南订到新竹吼，拢总无。啊了火车票干那500通块尔，安尼知无？差一半价钱。所以我就伫个所在，尾啊我拢奇怪，哪会拢无啊？啊尾啊，上帝怎啊甲我讲吼？啊，无你吼，对台南订到台中就好。我就正对台南订到台中，真正有呢，马上就订。啊，我讲毋对啊，安台中到新竹要哪去？啊，无来坐高铁的，看觅啊。结果吼，安怎排时间都拢袂好势。我甲上帝讲，互你毋免烦恼，我自然就会互你喂。甲昨的时阵吼，我昨的时阵，我怎啊去雄雄想到这个代志？对吼。迄个火车票哦，也袂买呢。啊，上帝讲哦，来好来，你怎啊着？我昨个时阵哦，都早起来种咧，就怎啊想到这个代志？啊，了后的时阵哦，上帝我一个圣灵的感动，我就怎啊伫迄个所在甲手机啊爬开，上帝讲即马去订车票，我就马上用。结果哦，我以前的时阵哦，订几若摆对台中哦，订到新竹安怎，拢订无呢？我买手的时阵才知影讲哦，原来吼。新竹真济科学新贵哦，因拢住伫台中啦。啊了后时阵哦，因为迄班车哦，迄个啥，迄班普悠嘛，对台中哦坐到新竹45分钟尔，啊了100块尔，要足俗的嘛。所以哦，迄车票哦订足久拢订无，啊了，所以我尾也都无订啊。差不多过正礼拜哦，我拢总无订。这个代志差不多用要袂记了。甲昨个时阵啊，雄怎啊？一个灵感讲，紧来去订车票，好，我马上手机啊拍开，啊，我就马上用我用了后时阵，去，竟然，互我错一个啦，哦，看到不可相信的画面啦，订票成功啦，哦，你听无？我跟你讲，上帝真济时阵吼，这是一个正面的，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啥？上帝引带，互咱无入去到伫试探内底。有诶时阵哦，人要去做无好诶代志，但是怎样？上帝伸手拿早，有无？上帝伸手拿早，互咱无去做遐歹诶代志。是安怎？因为你有圣灵诶同在。圣灵诶同在会带出两个真大诶恩典，一个就是上帝会伫一切诶事上，互你行良善。
所以咱的主导文讲啥？无叫阮入伫刺，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伊一定会帮助咱。所以，互咱伫这个事上内底会晓得，咱的活命内底忠心伫上帝的话语，因为咱是上帝的后生查某囝，哪有后生查某囝无听爸母的话这个代志呢？啊，哪有后生查某囝唔知影讲爸母咧想啥呢？咱做儿女的，敢毋是应该安尼？圣经内底甲咱提醒，保罗讲到伫路尾，摊拄啊讲迄个阿拿尼亚迄个保罗，迄个扫罗到尾手改名做保罗，伊讲啥？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受用祖先啥，用清气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保罗伊的一生到伫路尾，伊的人生坎坎坷坷，但是伊的名犹是受上帝纪念。伊到伫如今受咱纪念，敢毋是？科学家有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一个人伫地面上啊，那对着一般咱这个人啊，一般咱这个人差不多100年经过这个世界都无啥物人熟悉咱啊。讲极佳啦，极佳200年你存伫迄个啥户口簿啊顶悬，要有迄个名字无人知影你是啥个。恁囝孙仔知影讲有一个名，咱兜有一个人或者了为立身，安尼了就无人200年，极佳就是200年，就无去啊。这个人就亲像无伫世界出现过啊。但是只是相信上帝，甲上帝三甲帮行的人，亲像这个保罗先生。伊受纪念安怎？纪念2000年，彼得受纪念2000年，约翰受纪念2000年。最重要的是啥？你的名字写伫活命册顶。当咱用清气的良心，甲上帝三甲帮行，伊安怎讲？咱安怎样做？你的活命，你的名字，就会甲上帝的名字刻做伙。咱就伫伊的户口簿顶悬3到5名。侍奉是对心开始，侍奉是伫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无掺杂咱家己的私心。清气的心是咱侍奉所有的起点。这款的侍奉爱上帝所欢喜，爱到永远才算爱。用这款的爱来疼惜人，来疼惜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疼咱的方式。咱会用这款的方式来疼惜人，安尼也证明咱是上帝的儿女。侍奉甲奉献的基础是照上帝的话来做，照上帝的吩咐来行来做，这是真正的侍奉。咱爱大声听会到上帝的声，听捌上帝的话，咱才会知影上帝爱咱做啥干事。所以谁爱大量读圣经，大量读圣经，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读圣经明白，咱照上帝的话语去做，将其落尾，上帝一定会甲真实的阳光加伫你的身上。聪明的智慧、属天的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久长的年岁、平安的心情，无论到伫倒位，上帝甲你同在。这款的属灵福气，只有上帝会当互你，会当互咱。唯愿咱伫上帝的话语内底用心，用清气的良心，甲上帝同行。咱就对其中去领受、去明白、去得到、去经历。三到阿头来祈祷，祝上帝你亲自帮助阮，互阮会当殷勤伫你的话语顶面来读、明白、去行。你讲伫所行的路上，阮就得到真正的智慧。阮会当分辨这个世界的白贼话。阮会通分辨这个世界，互阮虚假的代志。上帝，你继续扶持帮助阮，
互阮当殷勤精选迄个真实的画面，互阮伫即个世代会当知影怎样活得真实，活得有智慧，活得平安，活得健康，活得久长。互阮因为安尼，会通选择迄个有价值的代志，通互阮的生命，就因为安尼显明上帝你的荣光。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唔知有现在兄弟姊妹无？好了，猜这啊，我还阁甲你介绍一解无？好啦，感谢主哦，啊，真欢喜啊，情人节啊，伊的妹妹吼同齐做啦。啊，身边这位是表妹哦，哦，来欢迎哦，欢迎表妹来到咱当中哦，谢谢，感谢主。咱感谢主吼，会当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啊！这是咱着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就亲像今仔日所分享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每一个奉献，拢是对上帝听咱回应伊的听的奉献。所以出于甘心乐意，主讲啥？因为安尼，我一定会业立。咱三个起立，同齐伫时光内底，同齐来奉献。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较无你，用全人献予你，用全心爱落你，也双手敬拜你，深深讲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较无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予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较无你，我全人献予你，用全心爱落你，也双手敬拜你，深深讲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较无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予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更新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全能的主上帝，愿你亲自业纳阮所有出于敬虔甲感恩的奉献，佮愿你照你的话所讲，若有人献得甘心乐意，上帝你就欢喜业纳，也要照着你的应允，因为伊的忠心，你要将加倍的福气、稳定甲富足加添予伊。所以愿你亲自因着你的话，全然成就伫所有亲爱兄弟姊妹，并逐人的家庭，互每一位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伫上帝甲圣灵引带，并基督的疼痛内底，满满得到各样属灵的平安，心灵的健康欢喜，并出入伫上帝你的引带内底。稳定顶面加上稳定，祝福顶面加上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